给各位的五技能吧，听着习技能吧，跟着能吧，主播能吧，有们能吧，你莫得了一口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高僧大德、各位嘉宾、亲爱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上午好！嘎嘎啦，公里弄错，把你顿中间。人家日去当送，哪有难人比？年年落雨里比，熊ra去金比，来来这我听的，各班的哎嘛，一比一起搞完蹦极，这一比公怕的用不起的。但是呢，对家了，你懂几家一直行啊，然后撒起驴就对单位。也这就是人家老板，他就推销给您的，希望你懂交接率，到我东北去年啊，人家老板赢。俺都看这货把定就是个定，先准配件领给，走了空你比稀少离个动，走了空啥比电动电把件，连住行为让人这个，叫我这边却比做出期末，大大。我孙我出去赢了。觉日寺历史悠久，大雄宝殿也是全寺僧人集中阅经修法之地。今天，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，在社会各界瞩目、信教群众期盼下，觉日寺文思修佛学院大雄宝殿竣工开光庆典在今天隆重举行。受觉日寺管委会的委托，在此我们仅代表觉日寺向莅临庆典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。看到修所说的特别跟着能吧，我这个的，个人这个西周节主义，笼统雄去了。莅临纪念现场的有政协甘孜州委员会主席向秋。此场心情多少天在新年空间，我做研吧，笼统阿多了。四川省川煤集团常务副董事长阿多。就是感觉求着卡萨人不见了。卢霍县觉日寺卡萨洛荣格勒活佛。就是感觉求着各穷人不见了。卢霍县觉日寺扎日活佛。中共张国作为书记，笼统5强了。中共卢霍县委书记武强。张国忠孟庆就委主任，笼统唐尼了。卢霍县人大主任康林。中共张总委书记严吧，总办巴定了。中共卢霍县委副书记县长巴登。张国忠习主席主义，笼统吴小平了。政协卢霍县委员会主席吴小平。塞尔通拉荣阿里农定老林开，看播促进老人了。色达五民佛学院堪波子陈罗珠。塞拉荣阿里农定老林开，看播说大姐了。色达五民佛学院堪波索达吉。个人最改变求着囊中人不见了。甘孜寺那仓活佛。个人最感情求着狼爪人不见了。甘孜寺狼扎活佛。张国后宫改变求着我们捏住了。卢霍县修贡寺阿弥活佛。个人最可一旦女空给我做周荣强了。甘孜州农村应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荣强，欢迎您。个人最可那个作品出作永泰他们了。甘孜州民族歌舞团团长雍塔拉姆，欢迎。他们张国感动，到您做干，个人最感情看人不见嘴白，健康说说难陪陪，看因为一年能把，各场能把用了。长治这一带来中蒙和就赢了。莅临现场的还有卢霍寺
道府、灵阙寺、甘孜寺等各寺院的代表，再一次向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，欢迎你们！最后好的没得用了，家庭家都没把，公日来蹦头活动，讲座来顶啥吧，就来用人心。你之后没些勇气，谁能接国际的一面？领导期末，卡山求者，罗宋给领求动，朝鲜求职人不切能把，引用延年的给人不切尊持，来自能把动，给为稀泥能把，跑别去公路考了，其他去经过节庆，相继罗索把米头就完在进，一把钱的熊他到那气的配比。现代所需浪漫这个，给为稀泥能把，推不动推差能把，没梦见得多了3个洞，加小8米吨在进，这位小作用的新启动荣胸口，从人把3年考级5体动，来空所阶级是个来一把能把，3级电动机把，浪漫一个浪漫，一看几年西都去可把娘都可怜。严本的张也没去，家小东让定在边中的的我知道没梦难吧，没里啦当期设计规避遇到马姐姐，咱就作为追求热动把的，认为不能3把简单的一拉手臂，他的几笔浪漫给系统，咱就几把不能没生用的。没多给崩口危机情形，没力气热哇中南可的很，黑力气浪看呢，3级刚看马来比，认为运动3不得，老大前阵穷生人因比也拉比崩的老出能吧，别人起头跟着能呗，可是我家满人吧，让人这个叫我这边学兵做出期末的陪伴了，你就是讲。他的没得勇气擦鞋的，看得唱着动，先把它利索，赶紧结束，这一点里可就赢了。是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在县乡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，觉日寺带领广大信教群众高举爱国爱教、团结进步的伟大旗帜，继承发扬佛教优良传统。服务社会，造福人群，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。